会乱掉了。这个唱完就好了。唱完就好了。就要结束，要来不及了，时间不够。来不及了就好了。可以了，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然后也考验了我们主语老师的临场反应，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台中帮的主语老师。 虽然卡带有一点问题啊，好，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把我练好，好，带你来还阿带还没明白不？台中帮的朱老师，好来，我们跟朱伟一起来合照，我们的理事长，要照相吗？趁现在。跟主委一起要照好了，谢谢我们台中帮师徒制啊，他们做的最落实的，把我们的语言继续传承下去啊。后面的徒弟们加油了！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哇，我们的王明教授也跟我们台中帮的主语老师们一起来大合照，还有我们几个教授们。 大家一起来，台中帮棒，台中帮最棒。好的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媒体记者。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本来还有第3首的歌曲，所以我们就只有跳到第2首曲子真的是谢谢我们台中帮的朱老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主委江拔路来为我们祝福。好，我们阿美族永续发展协会的我们的古拉斯理事长，还有最尊敬的我们南莫拉大我们的教授我们的牧师在座林修策林教授各位先进华科。